好啦，继续来看台湾产物保险公司推出的隔离就来理赔的这张防疫保单是真抢市，为因的公司收入来19亿的保费。也毋过进前疫情3级的警戒，这个财产理赔件数原来真多。金管会上新的统计，到8月初2进前，财产这张防疫的保单理赔件数已经破13000件，理赔金额将近是13亿。公司要搁理赔600张的保单，恐惊就要了钱咯。开500块投保赔10万块的财产防疫新单，创3险界热销纪录。不过进前疫情相关理赔件数增加，金管会上新的统计，到8月初2进前，财产防疫保单已经赔超过13000件，赔要13亿。若是搁赔600张保单，就要开始了钱。本公司上半年的营运获利表现优于去年同期，所以所有防疫险或其他业务保护的这个保险权益都不会有影响。财产讲公司的营运，佮有民众的权益，拢会顾好，唔免伤烦恼。不过自大热销到赔真大，敢讲是当初评估出问题。任何一张保单都要考虑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在里面，应该也还是在保险公司可以预估的一个状况当中啦。这个事件之后，其实我相信大家对台产的了解度一定会非常的高。好，所以这个立即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曝光点。疫情期间，真侪测试拢是头一摆，唔但头一摆卖防疫保单原期里投保，嘛是因为疫情，金管会开放后保险业者的新测验。在高峰的时候，我们甚至将近50%。那但是在平常的时间，平均大概30%左右。包括国泰人寿、富邦人寿、中国人寿，拢伫3级的警戒期间，头一摆试用原期里投保，得到袂歹的成效。各以30到50岁民众接受度上悬。就算即马降级，嘛继续开放予民众使用原期里投保。这场疫情嘛为寿险、佮有产险的业者带来全新的改变。